分，搞3個籃板。助攻啊！黃衫冇助攻籃板。3個 turnover。13犯規，子華13犯規，左邊13，右邊13分。開波！27兩分炒，25兩分，13。我輸嘅定義就睇下波。你唔好望波啊！後間條，後一條。9號39，出34日。34日。25三分，炒11籃板。27，新式27犯規。我唔講啦，你自己嚟啦。係啊，你望實佢得㗎啦，望實佢，斷定，隻手舉埋出嚟，真係係啦，你唔好理佢。阿威啊，主動上去擋啦，你成日伏喺度。輕心啦，手都唔舉大佬。咩事啊？子華？3個兩分炒，正方籃板。咩位啊？30籃板。冇衝！你先係啊！我追！8秒。交啱㗎，交嘅。27手。咩手法？輕濕，你望住得㗎，唔好理其他嘢。望。好啊，暫停，佢翻。暫停。邊個犯規嚟啫？20個。你淨係捉住佢望住佢個人，有乜望實佢啊？我哋冇望波啊！佢當佢係你朋友冇。3比1啦，3比1，3。哦。右邊暫停我。
8倍勝㗎嘛。差唔多啦，但係34多分，34兩分，21籃板，8秒，343分。3號2分，11助攻。有嘅。你幾多電啊？60幾唔使差啦。電量超有。我電量超累啊！我60幾差咩啊？玩完。電量超累啊！我部電量超累症。起碼60幾先啦。好快跌㗎呢啲。30分，你差啦，成日同我唱，係咪先？你睇呢個 cos。少得計㗎。13，7號換21走。後得㗎啦，後啲得㗎啦，後啲，後邊過先。18啊9號入20度，25籃板，25偷罰，9號燒，11偷波，打埋去，打埋去，差8兩分，跑。
10秒。喺中下班啦，開波啦！原地，4秒啦！邊方射埋82。救命啊！誒，其他人翻嚟啊！